喺澳門方眾學校，教育始終以人為起點。方眾相信，真正嘅成長源自於內心嘅動力同埋健康嘅身心。今年學校以創新步伐，將 AI 智慧教學體系融入體育課程，開啟一場從被動考核到主動探索嘅教育革新。喺而家科技發展裏面咧，離唔開 AI。咁我哋亦都好希望咧，利用 AI 精準啲去關懷我哋嘅學生。AI 系統咧喺我哋嘅教學入邊咧，暫時咧都係以一個輔助嘅角色為主嘅。其實更主導嘅，更應該係喺我哋嘅課程設置啊，同埋我哋嘅課程想法個設計嗰方面嗰度咯。有一個叫做係健康嘅體質報告表嚟嘅。其實呢個報告表裏面咧，就會記錄咗我哋嘅學生一啲嘅係成長過程裏面一啲重要嘅一啲嘅身體嘅數據喺呢一度嘅。因為我哋好希望咧，學生能夠重視佢嘅身體素質，而且呢一個佢係要係睇得到、見得到。呢個可以話一個成長嘅檔案嚟嘅。呢2-3年咧，我哋都用咗好大力咧，去推動老師做一個課程培訓啦，又或者健康課程嘅一啲嘅範例啊，希望佢哋咧能夠加強佢哋喺課程方面嘅設計啊，同埋掌握嗰個技巧，呢個先係最重要嘅。因為喺學校入邊咧，課程咧係教學嘅核心嚟，而 AI 嗰個系統咧係幫助呢件事嘅發展咯。喺教學嘅第一線 ，AI 成為老師最得力嘅助手，實現咗真正嘅因材施教。其實上一年我哋有一個叫做學生嘅體質報告表，屬於學生嘅個性化嘅一個體質數據。但係因為冇 AI 嘅設備啦，所有嘅數據啦，包括測試嘅方式啦，都係由我哋體育老師咧喺體育課度去做。現在而家有咗 AI 嘅一個系統咧，咁其實對於每一個學生，佢有個人嘅檔案，追蹤佢哋嘅日後嘅身心嘅健康發展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平台。而對於學生嚟講，系統更加似係一位貼身嘅遊戲夥伴。佢將運動挑戰化為一道道有趣嘅關卡，用清晰嘅數據作為即時反饋同埋成就徽章，驅動住佢哋不斷探索自己嘅潛能邊界。自從有咗呢個 AI 一體機之後，學校嘅體育氛圍都變好咗咯，就好似跳繩咁啦。而家唔單純係我哋自己數數啦，而係通過一啲智能嘅感應器去幫我哋即場分析我哋嘅速度啦、時間啦，仲有節奏，更加清楚地知道我哋有冇進步到啦。當學生喺運動之中釋放壓力，喺挑戰中建立自信，喺團隊中學識咗協作，所見證嘅係教育最美好嘅模樣。之前可能就係為咗考試先參加個體育嘅運動咯，我覺得而家係非常吸引我嘅。最主要一個係一個被動咯，一個主動咯。如果係主動去嘅話，除咗個健康上邊會提升，心理嘅接受程度都會提升。喺澳門方眾學校 ，AI 激發嘅係自主運動嘅熱情，塑造嘅係面向未來嘅傳人。喺呢度，強健嘅體魄同埋明亮嘅內心同等重要。因為我哋深知，真正嘅教育始於健康嘅身心。